17日在台北的时阵呢，有这公车烧龙造成过路人死亡的案件，有民众在咧质疑讲，是毋是这驾驶经验无够呢？湘北的这公车工会，这个客运业者最近也在咧讨论讲，未来敢会当来成立这公车学院的可能性，也希望讲这学院若准有成立，会当邀请到这资深的驾驶呢，来分享西市区公车的美感，提升一寡菜鸟仔驾驶因的应变能力。17日时，有一个过路人和客运公车撞到，加入去车卡不幸死亡，引起大众的讨论。这个肇事的驾驶是台油客运的司机，已经少年，敢若23岁，也互外界质疑驾驶的经验无够。针对外界的质疑，业者回应表示，要使公车确实需要经验，敢若有职业大客车的驾照是无够的。新手驾驶的培训，目前确实较欠缺资深的驾驶来驾驶市区公车的美感。一个法规嘛，法规当然就是一些规定什么的嘛，再来就是经验传承嘛，传承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影片的一个教育嘛。你可能会在载客期间会碰到哪一些乘客，该怎么处理、怎么处置、该怎么服务乘客。最近湘北的公车业者都有讨论，未来是毋是会使有公车学院，希望透过课程请资深驾驶员来分享经验。客运业者也拢真赞成，希望透过经验传承来降低车祸的比例。另外，也希望予驾驶较完整的资源学习训练。公务处表示，加支持公车工会的想法。公车工会要成立公车学院这一个制度，我们非常的赞成。希望驾驶长在入职之前，或者是在职当中，那另外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专案辅导，这些个案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培训计划，能够整体性的来提升各个公车业者的驾驶长的一个服务品质，还有他的行车安全的一个训练。另外，客运业者也讲，若是会当增加道路驾驶的训练时数，让新手驾驶较侪时间熟悉公车的操作，提升伫路面的应变能力，会使减少驾驶紧张的情形，来避免意外发生。客运业者也希望公车学院若是成立，会当让新手驾驶的训练更较全面，有好的就业环境，也通让少年人愿意踏入公车业。记者张家怡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